運會廣東承辦嘅競賽小項有幾多呢？ B 250。C 366。C 366個。380。D 366個。380。第15屆全運會競賽項目總共有419個小項，廣東將會承辦366個，分佈喺16個城市舉行，珠三角9市作為重點。其中2個核心賽區，廣州承辦最多嘅142個小項，佔咗總數嘅34%，深圳就有89個。各賽區承辦項目結合咗各自城市嘅辦賽條件同資源，受到唔少觀眾關注嘅跳水同埋田徑呢2項會喺廣州進行。國家隊強項嘅羽毛球同埋游泳就會喺深圳。公路單車更打破賽區嘅限制，比賽路線將會串聯粵港澳3地。至於馬拉松就會跨越深圳同香港。